5月7日劳动节，伫咧全球各地拢有发起示威游行。南韩是要求爱改善劳权，伫咧巴西是诉求爱缩短工时。因为美国是抗议川普的移民加关税政策，其中也包含着地理法国这个国家，因的示威游行甚至是演变做暴力冲突。几落千个南韩民众人机啊、举票语，佮大声喊口号，因伫5月国际劳动节即天上街头抗议，呼吁政府爱要求资方加强劳工的权利。南韩工会联合会表示，因当地采取行动，要求各行各业的劳工拢有组建工会的权利，并受到劳动法的保护。伫巴西的抗议是要求改变即马的连续工作6天才会当休1天的规定，佮伫无减薪的情况下，甲每礼拜的工作时间为48点钟减少到40点钟。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5月抗议演变成暴力冲突，警方出动水炮车赶走示威者，抗议民众是向电步车弹汽油弹啊，精势捌正紧张。伫托尼基的伊斯坦堡，警方是封锁部分路段，国家想要走入去禁区的民众发生烧杀。警方发出警告无效了后，甲部分抗议者拖去车顶，甲因逮捕。托尼基上届严重的5月抗议活动发生伫1977年，当时造成34个人死亡。伫5月即天，美国有几落百个劳工组织伫1000个城镇抗议。因谴责总统川普严厉的移民政策，也有激进的关税政策，佮要求弹劾川普。伫纽约的示威者敦促全美国的工会共同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有川普甲极权政治的对抗。Next 4 years, we'll be out here 100 times, whatever it takes. But more people should be out on the streets protesting.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and yeah, the Constitution's being trampled on, and we need to take our rights back. 法国的5月示威游行差不多有157000人参加，巴黎差不多有32000人行上街头。不过，这届的5月大游行到尾也煞演变成暴力事件，警方用催泪瓦斯赶走人阵，逮捕72个人，其中52个人伫巴黎互人逮捕。法国上界大的中左派政党社会党是谴责政府的暴力，并放调讲要采取法律行动。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